的泪痕随即风干了。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，候鸟出现它的眼睛，在泪出的饥荒，无情的战火也让存在的消息。云上白雪飘零，燃烧少年的心。 谢谢婷婷妹妹给我们带来这首歌。我想起了我初中时代的那个时候，我不由自主的眼泪想掉了一滴，但是没办法，大家给大家带来了很快乐的一种时间。现在还是由我们的陆老在给大家带来的舞蹈是。 你爱情给了谁过？下一个节目做好准备，19龙的。假如你是一朵花，是不是？这上面是假你说一朵花，我没办法，我只能说，假如你是一朵花了。